才会叫我无做衫，互保佑我穿，一定真好看。保佑啊，开门哦，是我啦。保佑啊，保佑！哈！哎呦，哎呦，来人啊！请啦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哦！哎呦，我唔真够欢喜，有本事就死互我看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拢出去啦！保佑，保佑！你走了，你先走吧，我死！你先走吧，我死啦！保佑啊！我对你是真心的呢，我是真心要娶你，要疼惜你的呢。你若真心对我好，你就袂惊娶我甲连去啊！哎呦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连记啊，迄卖豆腐的，伊家己腹肚都顾袂饱，你对伊只有是食苦尔。我甘愿吃苦，一个查某人，你能嫁两个翁？你靠谁？你有钱有势，你甲我抢来抢，你明明就是要骗我去死啦你！哦，你实在唔知好歹呢。我平价家财万贯，啊，我的地位，偌济查某人要接近我，我拢无爱。我是真心对你好的。无安尼啦，看你有啥物条件，你做你讲出来，我拢总答应你。我无爱，我啥物都无爱。你拢无爱，敢讲连恁老母你也无爱？啊？只要你若乖乖对我，恁老母会食大穿，照顾好好，甚至我会当将豆腐店送互恁囝啊，恁就会用的。啊？我安尼讲，你还阁袂满意？你唔通得寸进尺呢？啊？不要！别过啊！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我来死互你看！保育啊！你唔通安尼，你咧起笑哟！啊！我甲你去，已经是摆过两个有罪啊！我袂反背伊。你若唔肯放我走，我就死互你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你放手啦！来人啊，快点！来，拿手甲我绑起来，是，甲我关去茶房的。你给我放手啊！我死了！你放手啦！请坐啊，这大景啊！请问你要燕藕还是要什么汤？哈，无，是毋是我听毋对？你刚才是讲啥物燕藕啊，甲什么汤哦？是啊，阮老爷有交代过，爱甲你当做上条贵宾，好好甲你伺候啊。哦，要若安尼，我甲会用的两项拢袂。用的啊，当然嘛用哩。你有点心啦？哎呦，啊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哦，这是进口的外国饼啦，这是长山内的糕啊，还有这是日本的麻糍、英国的糖啊。听讲这拢是西太后上爱食的点心呢。真犀利哦！你慢慢用，阮头家点伊落来啊啦。哦，是，不，好。请坐。歹势啊！没了，歹势啦！请坐。会用坐呢？坐。哦，多谢。是讲水鸡头的。哈。啊，听讲你要找我，啊，毋知是有啥物贵事哦？无啦，本来吼，我爱亲身去甲你拜访才对啦。这要哪会去啊？你的燕藕较
洗马汤来啊！请，嘿，你做你哪食，啊我哪讲。完了，嘿，慢慢啊，无要紧，吼。多谢呢吼。后面慢慢啊用啦，吼。啊，我无客气吼。啊，对，你客气，吼。这烟哦。嘿，啊，这500块吼，你收起来。500块要互我？嘿啦。哎呦，啊，这些钱就会用来买5间大厝啊哩。啊？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会用来买5间迄个老仔厝啦。哈。啊，是讲水鸡头的。啊喂，你是安怎哪要互我遐济钱啊？啊，都骗金啊？哈？骗金？嘿啦。啊不吼，我想讲要带恁查某囝保育啊做细姨啦。啊！你要带阮保育啊做细姨？哎，无问题，我同意。吼。小等。啊，我毋是已经甲你答应啊？对啊，啊你同意，啊保育啊，毋知会答应袂啊？哎呦，迄是阮查某囝，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包括我的身躯，我保证阮查某囝一定答应的。哦。啊恁查某囝若答应吼，啊咱就变家己人啊，吼，啊以后我来叫你长保啊了。哎呦，哦，我有一个这尔有钱的囝婿吼，哎呦，这是我前世人修来的福气啦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人迄个水鸡头啊，要带你做细姨，你是安哪会无爱答应啦？这若换准是别人吼，人半暝半嘛答应。虽然我甲连基啊有名无实，啊，毋过阮两个人已经拜过堂啊。哎呦，干那拜堂啊，尔哪有要紧？迄个叫水鸡头的知影讲，你甲连基啊吼两个爱袂同房，哎呦，伊一定会甲你笑甲命哦。毋过，我甲伊斗阵的迄几工，是我一世人上幸福、上快乐的日子。我看你是豆腐食啊袂够开啦，啊若无吼，就是头壳歹去啊啦。你也毋捌听过人讲，贫贱夫妻必须爱心，这嘛是你翻身上介好的机会。若无哦，你对迄个年纪啊伊啊遮尔声善车，你是一世人爱食苦。我毋惊散车啊！你毋惊我惊啊！阿母已经食到遮尔济岁啊，啊只干那有你这个查某囝尔，我也无后生通靠啊啦哈！而且人迄个水鸡头的吼，伊阁有讲讲要照顾我一世人呢，阁要钱互我买厝，你敢知影？那安尼我后半世人的日子吼，我就好过啊！敢讲你真是忍心吼，要看阿母后摆食老去做去食婆呀，毋是？照顾你的啊！啊，等你是要摕啥来照顾啊？你要叫我对你食豆腐哦？哎呦，啊若是讲吼，身体有艰苦鼻痛，啊食豆腐敢会好？啊，迄个水鸡头啊，阁有讲伊要摕钱予我吼，啊我将这钱，我心要来去做一个小生意，过一个平平静静的日子。我你嘛成全阿母。就算讲水鸡互你做，你嘛是一时仔才爆了了啊！别，我这回手抓，我绝对袂搁败。阿母，你敢知影你手抓过偌济摆啊？迄过去的代志就莫搁讲啊！我即摆吼绝对袂搁败的啊啦！你相信我啦，好唔？好啦！阿母，阿母，你要创啥母？哈？要证明互你看讲，我真是要改掉啦！来啦，阿母，来啊！阿母，阿母，来啦！阿母！我哪会真是这？阿母！哎呦！阿母，你难啦，你难啦！
即摆安尼你唔一定会相信啊！吼，相信我会改叫啊，对不对？只要吼，你若点一个头，阿母的日子就好过。连年纪哦，伊嘛会当安尼安稳稳，搁继续卖伊的豆腐。对啦，你着好心的，你着好心的为阿母想，你甲我斗相共者。这摆听我的喙角互碰喙角啦，好无？你真是唔答应，唔答应无我甲你妈妈卖啦！我答应你的事，我答应你的事啦。我真的怪惨无疼吼，足疼的。来，这钱紧摕去膏药啊，吼，啊，这布，互你摕去做衫。真实的哦。是。要若安尼，我就无客气啊哦。哎呦，那就客气，以后咱就是家己的人，你就是我的丈母，我就是你的囝婿，囝婿孝敬丈母是应该啊。应该嘿，啊。啊以后吼，若有啥物需要，你做你讲，我做会到的，互你满意。我会，若有需要，我绝对会讲的啦。啊是讲吼，安尼，我就无客气，要甲你收起来啊哦。免客气。我进来膏药啊！哎呦，疼啊！哎呦喂！啊钱，互我用摕，较袂去互落去啦。啊，这钱，入去。哎呦，无我进来膏药啊！哎呦，紧慢行，吼，慢行。哎呦喂啊！慢行，吼。保育啊！来，赶紧！真歹势吼，互你安尼受委屈，真唔甘。保育，我讲过的话绝对拢实现。我已经摕500块，互恁老母去买厝来住。连期的厝租，我决定无要甲收。看要做偌久，做偌久。哎呦，三八，咱以后就是翁仔某，讲什么细节，我应该替你关心你所关心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一句话无？哦，你做你问。我是一个这么普通的查某囡仔，你想怎要爱我？缘分啊，我就做，我绝对好好甲你疼惜，好好甲你照顾。大红弟啊，我都啉啦。年纪啊，你嘛咧较骨气的，无钱就无钱，咱就袂要再大久啦。哎，保佑，保佑。我就想你啊，保佑。你啊，你也搞得起来。年纪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人心情无好啦。好，这好。啉酒醉倒喺庙口啦，我落去吵顿下。安尼啊，规规咧臭酒味甲安尼啊。年纪啊，年纪啊，大个，年纪啊，这阵啊吼，我看伊敢剩半条命尔啦，唔食唔啉，啊，规人吼咧细心啊细心。唉，人咧讲哦，人啊善吼，就叫人欺负啦。年纪今仔日吼，伊若是较好囝相看吼，保佑就要用手尔啦。天公伯吼，毋知咧创啥？迄生一寡人吼，遐尔啊好囝，啊生一寡人吼，遐尔善食，敢若想要食一顿饭吼，就拼到要死。天公伯想过无用啦，无办法照顾每一个人。啊对，你是要倒啦？天公伯斗相共啊！我甲你去。你留喺厝照顾大夫机啊，我来就用啊。哦，
唉，保佑，保佑！你唔通怨叹讲我是小人，其实啊，我是唔甘失去你啊！唉。请你原谅我，我无其他的选择。你莫怨我。什么人？恁厝遐铁顶啊！谁啊？啊，你哪会走来咧？我来带你离开遮，呀，来。你放心啦，你看，你的卖身契我已经摕到啊，呀，来。我袂走。是安怎咧？敢讲你愿意留喺遮做碰水鸡的细姨？我当然无愿意啊。无愿意上好啊！你敢袂记啊？连记落去等你哦？你敢我袂记？无放袂记。连记对我的好，我一世人会永远记在心肝内。啊，安尼上好，安尼来去，呀。我无爱。保佑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苦衷？我只是希望我关心的人会当过了好。水家已经互阮阿母一大笔钱啊，伊嘛答应我，以后拢袂收豆腐店的厝租啊。只要阮阿母家己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安尼我就足欢喜。啊，若是我，安怎拢无要紧啊。保佑啊！你来遮尔讲呢？阵若钱通解决代志，安尼我来做就好啊。我已经答应水家啊，我想要做一个无小心的人。水家的好歹，你也是毋知啊。万一伊只是想要得到你才安尼做的。如果若是安尼，伊嘛是我的命。你敢真是无要搁考虑看觅？麻烦你替我甲连记讲，请你甲我放过去。哎呦，你明知伊做袂到的啦。保佑，你即马做的决定，会影响你一生的幸福，嘛影响到连记的一生，你知无？你搁考虑看觅。你赶走。报告才是会转来啊。会啦，会转来啦。安啦，安啦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是讲啊，你放心啦，阮大个吼去熟识到一个水家啊吼，有一个朋友啦。啊，迄个朋友啊，搁欠阮大个人情啦。啊，迄个朋友吼，一定卖阮大这个人情吼，去甲这水家讲啦。啊，这水家吼，伊拄啊欠迄个人迄个人情啦。啊，水家吼，一定嘛会卖这个人的人情啦。啊，规阵吼，大家拢欠人情啦，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哈？保佑来当转来就好啦。哦，对啦，到时阵保佑来一转来吼，你甲带咧，会当走偌远，算偌远，莫搁倒转到这个所在，知影无？嘿啦，晓啦。
大啊，天天啊，哎呦，啊，保佑哪无甲你转来？保佑决定要来碰水家因厝的。碰水家答应伊讲，要还母也一笔钱啦，含你店的厝税，后摆嘛袂来收啊。看来这无路用，家己无囝无法度甲保护，我保佑，为了我来出卖家己，我来这分账啊！大呀，你是无甲保佑讲哦？伊甲大夫记的囡仔万本若是水家因兜生出来，后摆是要安怎？你无甲讲哦？我就可能去问题。我也就知影你一定歹势讲啊！迄若我吼直接就甲拄落啊！你后摆囡仔若生了歹教，你后摆是要安怎？你一届嘛该安怎啊？安怎啦？讲这无效啦，我甲保佑，自来就毋捌斗阵过，啊？嘛毋捌困做伙过。我家己感觉讲过袂去保佑，所以我拢毋敢去磕着伊。哦，你当嘛拜托的，啊，就申请啊，唔着爱动房，啊，等下伊才水起好味啊啦。有啊，我嘛投入去啊，是一个皇帝的君主。啥物咧君主喏？哈，我就真爱笑啊！申请啊，自本就爱动房安尼，啊，当啊，你真正推到有蠢的啦，真正。这是一个月代志。真好，你真有生理头脑。大爱遮尔相信我，反正做事当然嘛是爱变来去做。哎呦，你即马讲什么话？咱是结拜遐济年呢，我唔相信你，是要相信啥人呢？对无？哎，对啦，大爱，听讲你要带水去哦，这点仔意思，算我会互你。哎呦，咱老兄弟哪就来佚佗啦？袂使安尼讲，这是应该的礼数。大爱你收起来，安尼哦，收咧啦，我就要客气。容易容易。说，啊对啦，阿母啊，恁嫂啊，你着甲讲一下，自从我带保佑啊入来吼，逐日都革面抢伫互我看，啊无想讲我已经对伊真好啊，人吼爱知足啦。查某人拢是这个款的啦，伊个小娘就无代志啊。好啦，你甲伊讲，我不爱插。啊，来，说。秘鲁的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是倒位来遮做？
恁是毋是送唔对位啊？无唔对啦，来，物件看有好势，袂使落去啊。宝玉啊，啊你看这件来放遮，伊也放遮，安尼你有介意无？有啦，有介意。介意就好。真失礼啦，宝玉。头家娘，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，宝玉承担袂起。诶，你拄则叫我啥物？自即马开始，你还叫我一声阿姊啊？那即几工吼，我是想真多啊啦。凭良心讲，水家要娶细姨，我是真生气啦。咱爸爸拢是查某人，你应该会使体会我即个做大某的心情啦。其实，要哪有倒一个查某愿意甲人讲家己的翁婿？最近哦，我想来想去，才发觉讲，拢是我毋对。当我叫水家这么多年，莫讲生后生啦，连一个查某囝都生袂出来，迄也无怪讲水家要娶细姨来传宗接代啦。无哟，阿姊伫遮甲你回失礼，请你原谅我以前的骄傲，甲无讲道理，失礼啦。你唔通安尼讲，是我家己唔捌代志，以后我请头家娘多多甲我照顾。诶，你叫我啥物？啊，阿姊，好啦，但以后吼，咱就是家己人啊，莫去讲遮客气话啦。阿姊伫遮祝你早生贵子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甲你做过来，会好好照顾你的囡仔。安尼，看会当减轻我对水家的亏欠。搁再讲，你生的囡仔，两仔亲像我家己的囡仔同款啊，对无？哦，哎哟，日头为西边出来哦，美女啊，你今仔是安怎反省哟？哎呦，你讲这啥物话啦？人我是想通啊呢。俗语咧讲，姻缘是天注定呢。啊，但宝玉啊，会当入来咱皮家，这嘛是天公伯的旨意呢。我哪会敢逆天？你若会晓安尼想哦，就上好啊。啊对了，宝玉，我昨吼去庙口，迄相庙先咧讲，明仔载是大好日子，我明仔载就要甲你同房花烛，吼。哎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啊！啊，但我自细汉就无姊妹啊，我若想着讲为明仔载开始，我加一个小妹，我着足欢喜的呢，恭喜哦！哎，小妹，你不讲啊？哎，哎呦，你实在也有够惨的哈！啊，敢甲财神爷挡在门骹口。哎，无药啊！啊，你是捡到钱了？啊，是改行即摆做真溜啊？啊，规身躯金色色嘞，吼！啊，这真来假啊！啊！乌白蒙蒙了会欠重呢。我着真假看嘛知啊，着讲问，我上当吼，带遮济钱来呢，敢讲这有哪会假？这有哪会假呢啊？哎呦，黄老师啊，啊，今仔是啥物风？把你吹来咧？啊，我都你目睭青面哦，袂晓好好讲招呼。亲嘛，我下骹人甲你得势咧，啊，真实咧吼。哎，大啊！你即摆叫会啥话啦？什么三话？大风有事来查某囝，已经要做阮结拜水家大的岁姨啊！我嫁一双亲，有啥毋对哟？对，陈下。你少爷吼，好心底着人间寒透，看头看面。亲，替我来啦！亲，你今仔想要安怎做你欢喜无？哎呦，啊，既然过来啊，当然嘛是愈大愈好啊。讲了有影，来，下。对，我们啊，那是大事啊，我嘛是大对，继续对啊，对好，李秀，中嘞。
哦，秦武够厉害啦！跋筊吼，都爱跋出这款的，安尼才会爽啦！欢喜哦！欢喜啦！你较简单的啦。今仔日娱乐吼，确实有够欢喜的啦！哎呦，看到这钱看到吼，这个心头我轻松的。哦，实在是旺啦！后摆枪啊都挡袂掉啦。挡袂调，哪里我会搁继续来啦？是较开的啦。人讲吼，查某囡仔是踢倒鸡啦，何必就干那怀念伊一个？就算讲，我互我拄到另外一个查某囡仔，嘛无就代替保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对啦，人咧讲哦，失恋了较惨死咧，比起互性子拍咧还搁较疼。这看来看去吼，拢我怪保桥因老母啦，甲保桥啊当作猪啦，拆几啊块肉咧卖啦。保桥顶世人哦，毋知欠伊偌济。哎呦，师啊！你这阵啊，搁咧讲这个高仔丁哦，啊无当这是会当趁偌济钱啦。母啊，拜托的吼，莫搁叫母啊吼，你会甲我叫衰去呢？哼！今仔日好佳哉吼，阮保育啊叫迄只碰水鸡啦，我今仔日才会当你看觅咧，挂甲一身躯安尼金光呛滚啦。可是若是嫁互你吼，啊都食力啦，而且连恁祖妈的手气都烦恼，安怎搏安怎赢？哎呦，搅阮一个来吼，手尾都挡袂掉哦。阿妈，人讲跋筊人吼，一世人捡干，而且恁查某囝保佑，也为着你的荣华富贵，嫁互碰水鸡啊！你阵若毋知影想哦，互你偌济钱，共款是散逝去啦。哎呦，当你这个小鬼啊，搁想要管成王爷，若是讲跋筊吼，我会用讲我是祖师爷呢，你知也毋知啊？迄筊吼，若是要叫人跋，只要有钱，啊伊就敢跋大；啊若是叫跋大，运气自然就会旺。运气若是会旺，就安怎跋安怎赢啦，10跋9赢，安尼你捌啊捌？赢你会坚啊赢。哼！啊，若像你这种讲法啦，啊嘛大家拢甲你共款，跋筊好生活是无？我有一个朋友叫阿成啊，甲你共款的想法，甲你共款做法啦。即摆吼共款的外口咧浪流连啦。好啦，今仔日恁祖妈的心情太好了，无爱甲恁这散鬼计较啦。我即摆要过来去加减啊，甲伊小心啊一个吼，赢一寡来做南山啊，你有看的无？我要热死！哦，查某囝的性甲老母的性差遮多，这种老母佫会当生哦，遐尼乖巧的查某囝，真是哦，爱得出好笋。是讲，老弟啊，你无带这个保镖嘛是对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若有这个土匪啊场吼，你后就较惨死啦。你到倒一工来当做猪仔个，我要倒甲你砍我都毋知。来，大爱，恭喜呢，娶到一个这么水的媳妇，我敬你，干杯！干杯！阿娇啊，去看几碗仔杀客出来，啊，甲所有人拢叫来。来，我干杯！来，这杯呢，算我敬你，啊神嫂啊，早生贵子。来，我要跟旁边讲，你袂晓啉哦，无要紧，我替你啉。大爱啊，你去算真体贴无？应该嘛，对无？啊是还佫有法度无？你是毋通啉烧酒醉呢？无咯，我要搁啉清酒。来，来，恁所有人拢甲我听真重吼。为今日开始，来叫保佑李奶奶，知无？是李奶奶。好，来，搁啉。来，老细来。安某你嘛来。
喂，我看吼，这杯啉怎吼，你莫去啉安尼。无咯，我要搁啉咧。今仔日咱这个机哦，我绝对要搁啉哦，欢喜。啉较慢的啦。是要啉较慢的，我本来要搁啉咧。来，我要甲阮保佑啊，啉高杯酒来，来啊，大个啊，大个，你啉酒醉啊啦？嘿，我看你去歇困啦。嘿，人咧讲哦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哦，你老我开来啦。安尼哦，嗯，你咧讲嘛是有理啦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啊，来去歇困。喂，好，谢谢哦。啊，你先退。我无醉啦，哦，那会醉干呢？找敢有解酒的药啊？啊，有。啊叫啊，等迄厨房解酒药紧去赶出来。是。奇怪，到底放喺倒位去啊？啊叫啊，你是找有无啦？哎哟，找一个物件找规半无，找有无啦？我唔知放喺倒去啊。走，我家己找啦。屁事！啊，毋是伫遮，大酒的呢，紧摕去啦。我来了。免啦，啊，这个代志下骹人去做就好啊啦。阿叫互伊去烧我地，这我来就好啊啦。你看卖啊，李奶奶对恁偌好。多谢李小奶奶。保佑啊！我是真介意你呢。头家，你如果解酒药啊？我对你是真心的呢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来，先啉。真是啊，俏妈咪哦，阮头即摆安怎？你不应该搁有啉酒才对，水底已经中风去。好你家在无啥物要紧，好我疗养未到，勉强会当起来讲会甲叮当，只是不幸中的代志。阿叫啊，上条代志，多谢呢，先做条几条药的。保佑啊！哇，你都莫阁伤心啊啦！咱做这大夫嘛有讲过啊，要好好调养，伊会慢慢好起来啦。好，那个好。实在啊，我规人搞忝死！哎呦，你哪袂走啦？趁即马外口人走走，我一摆甲你约会一个。你哦，实在是真好大胆的哈！看若无大胆，你会介意我？我今日今仔心情无好，专工来陪你呢。你知影无？水鸡倒落来呢。有差甲安尼，我敢有可能唔知影。你若看得遮尔欢喜，我当然的咯。若无安尼，我明仔早一日得到伊的财产。你搞惊死！外国人咧讲哦，
最大的人生。你知影就好。我唔敢。哎呀，啊！是安怎啦？遐尼紧张要创啥话啦？说你无是本。好啦，咱较细些，较细声就好啦。哎呀！头家，啊你哪会起来啦？我著看你伫遐困，今日感冒，唔知提领衫甲你披一个。啊，等你骹手也无方便啊，唔免替我做任何的代志啊。来，好啦，你从恁起。好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安怎无？有摔着无？哎呦，有摔着无？啊，你哪互水去落眠床啦？你实在哦。来，你的病吼是袂用，还有啥物差错呢？小菜来休一下。啊，对啦，我去庙林吼，甲你求一个保身符，来，紧甲挂起来。安尼菩萨会保庇你平安，看你的病会紧好起来无吼？这嘛真害呢！咱这陈大夫吼是咱遮上有名的医生，啊，那伊开的药方较食就食无好安尼。无要紧啦，我即摆已经叫人去看猫尾吼，请一个汉药仙来。人讲伊是五代的中医，我是想讲吼，加请几下医生，斗阵来看你的病，看会较紧好起来无？吼。先生来啊啦！哎呀，先生啊，无要紧的啦，你看阮头的病啦，已经病几啊天啊，拢也无较好，你紧家看卖咧。早起来咩食甜呢？哎呀，不要药方咧。先生啊，你甲我看卖者哦，这是陈大夫开的药方，唔知有好无？无毋对啊，这陈大夫用的药真好搁准。嘿，恁敢有照时间咧传食？有啊有啊，阮连咱来照顾阮头家是刷甲足周到的。啊，毋过头家病，敢若愈来愈严重啊。先生啊，你一定要互我甲你拜托一下啦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甲伊医好好势，开搁较侪钱拢无要紧啦，吼。这无问题啦。无安尼啦，我换一个新的药方，试看效果安怎。恁啥物人跟我来求？我对你来了，来请，来请。唉，好啊啦，莫搁吐大气啊！啊，人咧讲吐大气会衰3年，莫搁吐大气啊！我看我的病是袂好啊。唔好安尼乱讲话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无论开偌济钱，我一定会甲你医较好，哈。保育啊，这两工啊，工人拢爱共发工钱啊，你知无？这是钱为